透过议员带来亲实际的咨询，由视察历史隧道的画面，加当地居民的访问，发现这2冬来，因为视察隧道的周边大型饭店的兴建，不只影响到原本隧道周边的景观，就连生态鸟仔类、甲鱼仔类嘛拢减少。这个当初环境影响评估是如何过关？全部拢甲讲无影响，全部打勾都说不会影响，就说这里也没有河川呢，也不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富裕，也不是保育，也不是湿地，都勾否。也没有是国家公园，也不需要文化资产保护，也不是自然保护，都勾否。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区域，所以呢，环评就通过了。我想要请教，这是虾米人爱负责啊？议员质疑，视察历史隧道位伫台江国家风景区内，是国际级的湿地，饭店的位置就起伫这个范围内。该案伫民国107年，业者申请游乐区的开发许可，109年经过环保署环评审议的通过，属中央的权责。目前市府只有就施工的噪音。甲未来天际线的恢复要求业者。阮这边的观光的部分，阮是要求伊咧开发的阶段，迄个噪音爱降低啦。绿色隧道的那个天际线未来要恢复啊，不能看到你们那个易水台江文旅那么清楚啊。那我想在正中央没让它恢复。它在水道的正中央，就正中央盖到一个饭店呢。植栽的方式，还有这个都市设计审议里面应该有一些配套。除了关心绿色隧道，另外有关台日友好的关系，因为台南市议会将伫今年7月30日举办台日高峰会，议员蔡立青嘛积极争取恢复将军庙的行销，因为恢复将军的故事甲台湾、日本有连结，因此希望用争取经费。帮助庙宇来行销。台南新闻林跟杨春怀采访报道。